林總，黃建國先生尋日已經離職。人事部陳經理講呢句嗰陣，我正企喺會議室門口，手上端住2杯咖啡 ，baby 燙手，我冇鬆手。會議室入邊，林雅翻資料，隻手停咗一瞬，就咁一瞬，然後佢抬起頭望咗陳經理一眼，又望咗台上參會名單入邊被劃走嗰個名離職。佢問佢幾時提嘅？尋日上晝邊個批？部門主管批咗，流程已經走完。林雅嘴唇喐咗一下，冇發出聲。佢低低頭繼續翻資料，翻咗2頁，突然合上文件夾。佢有冇講去邊？冇。黃先生只係話想換個環境。2秒沉默，行。林雅企起身，整理一下胸口工牌，咁開會吧。佢由我手上接過咖啡，指尖碰到嗰一秒，佢手指係凍嘅，凍到好似唔係夏天。會議室門喺佢身後關上，我企喺原地，聽到入邊傳嚟林雅把聲，乾脆專業，冇任何異樣。但如果有人細心睇，會發現佢頭先翻資料嗰頁紙，各位已經被轉出折痕，而我手入邊嗰張仲未嚟得切還俾公司嘅門禁卡，喺掌心隔出紅印。門禁卡上寫住黃建國市場部。尋日呢張卡仲開到所有門，今日只係一塊廢膠。陳經理細聲問我，黃先生啲嘢都收好晒？收好晒，咁好，門禁卡交一交。我將卡放喺前台，轉身行向電梯，身後傳嚟會議室入邊林雅嘅說話聲：下季度營銷方案邊個負責？有人答，原本係黃組長，但係佢空咗就補上，叫張浩接手。電梯門關上嗰一瞬，我聽到佢最後一句：人走咗，工作唔可以停。呢個係講俾所有人聽，定係講俾佢自己聽？我唔知道，亦唔想再知道，亦唔重要。行出公司大門嗰陣，我望咗眼手機，屏幕上仲留住尋晚林雅發俾我最後一條信息：聽日公司視察，你早啲到，我冇覆。今朝6點佢出門嗰陣，我喺露台望住佢上車，佢唔知道嗰係我最後一次睇佢出門，佢唔知道我已經將離婚協議書簽好，放喺客廳茶几上，佢咩都唔知道，就好似佢唔知道。尋日我收拾辦公鏈嗰陣，將我哋唯一一張合照由抽屉攞出嚟睇咗3秒，然後掉入碎紙機。嗰日上午太陽好烈，我企喺戶政事務所門口梯級上等林雅嚟簽字。手機顯示10點47分，距離約定時間已經過咗17分鐘。我抽到第3支煙，台北7月，熱風吹住汽車，廢氣撲面而嚟。我着住佢舊年嫌棄過嘅白色恤衫，佢話唔夠挺，話着出去失禮。今日我特登住呢件，算係一種我講唔清嘅儀式感。一架黑色平治停喺路邊紅線，林雅由後座落車。墨鏡遮住半張面，深藍色套裝一絲不苟，高踭鞋踩喺柏油路面，發出清脆聲。佢冇望我，協議書帶咗未？佢問，語氣似問秘書文件準備好未？帶咗。咁入去吧，我3點仲有個會。我跟喺佢身後行入戶政大廳，冷氣開得好足，我恤衫後背嘅汗開始發涼。佢行喺前面，步伐好快，鞋踭敲喺瓷磚地面嘅聲音喺大廳回響。呢係我哋結婚4年以嚟，佢第一次願意同我一齊出現喺政府機關。當年結婚登記都係我自己去辦啊。佢話忙走唔開，叫我一個人去。我攞住2份身份證喺戶政事務所排咗40分鐘隊。工作人員問我太太呢，我話太太冇空。嗰個人望咗我一眼，嗰種眼神我記得好清楚，同情不解，仲有少少睇笑話嘅意思。嗰日我將結婚證放喺餐台上，佢夜晚12點返屋企，望咗一眼，講咗句放抽筒扒，然後去沖涼，冇擁抱，冇慶祝，咩都冇。4年後嘅今日，佢終於親自嚟離婚。我哋喺櫃台前坐低，我將簽好嘅協議書推過去，揾咗證人未？戶政人員問，揾咗。
我指咗指身後律師，呢位係見證人。另一方都會揾一位林雅嘅秘書，由佢身後行出嚟，喺證人位置簽字。佢簽自己個名嗰陣，隻手冇震。林雅攞起協議書，快速掃咗一眼。我知道佢睇緊咩？財產分配嗰欄，我寫咗放棄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，即係話我唔要佢啲錢。佢睇完之後微微頓咗一下，但好快恢復慣常嘅冷淡表情。你確定？佢問，第一次正眼望我，確定？佢冇再講咩？簽字蓋章，成個過程唔夠3分鐘。戶政人員喺電腦上敲咗幾下，打印機開始運作。好啦，離婚登記已完成，呢個係你哋嘅戶籍履本。2張紙由機入邊吐出嚟，我嘅婚姻狀況由已婚變成離婚，就咁簡單。4年婚姻結束喺3分鐘入邊。林雅企起身，整理一下裙，望咗眼手錶。我叫司機送你一程，唔使。佢冇堅持，轉身往門口行，行咗2步，佢停低，見過我望住佢，佢背對住我。我睇唔到佢表情，只見到佢後頸細細嘅汗毛喺冷氣入邊微微豎起。你嗰份工好好做，佢話。我冇講嘢，佢行出大廳，高踭鞋聲越嚟越遠，最後被自動門開合聲切斷。律師行過嚟，將一份協議書副本遞俾我。黃先生，接落嚟有咩打算？我冇答呢個問題。我企喺戶政大廳落地窗前，望住嗰架黑色平治匯入車流，消失喺十字路口。然後我攞出手機，打開公司郵箱。收件箱有一封未讀郵件，係人事部發嘅全員通知，歡迎張浩先生擔任營銷部副總經理。張浩就係3個月前開始頻繁出現喺林雅手機屏幕上嗰個名。我冇點開嗰封郵件。我打開另一封已經寫好草稿嘅離職申請，光標喺申請日期嗰欄閃爍，我輸入今日日期，發送。手機屏幕顯示郵件已發出嗰一瞬，我覺得胸腔入邊有啲嘢斷裂咗，但係又有啲嘢開始生長。行出戶政事務所嗰陣，陽光刺到我睜唔開眼。我企喺梯級上點咗第4支煙。手機震咗一下，林雅傳嚟訊息，離婚協議書入面有一條寫錯咗。我叫律師改，你聽日嚟公司簽補充協議。聽日佢仲以為我會去公司，佢仲以為我仍然係嗰個隨叫隨到嘅黃建國。佢冇意識到嗰一刻開始，由今日起，我唔再係佢丈夫，亦唔再係佢公司員工。我望住嗰條訊息，望咗好耐，冇覆。將手機放入褲袋，煙頭彈入垃圾桶，行入台北正午陽光。身後戶政大廳自動門慢慢關上，似某個時代嘅終結。3個月前嗰晚，台北落住雨，我喺廚房熱湯，手機放喺餐台上。林雅部手機，佢去沖涼，手機就擺喺台上。以前好少咁，佢向來會將手機帶入浴室。話怕錯過工作信息，我冇在意，繼續搞住鍋味噌湯。屏幕亮咗一下，又亮第3下。我端住湯行過去嗰陣，餘光掃到屏幕上嘅字：張浩，今晚真係好開心，你比開會時好睇多咗。張浩，下次唔好着套裝啦。張浩，圖片信息：湯碗由我手上滑落去，碎喺瓷磚地上，味噌湯湯到我成條褲。我冇低頭睇，眼死死盯住個屏幕，連呼吸都慢咗。手機又亮，張浩，到屋企啦，晚安，掛住你。3行字我睇完又睇，每一個字我都識，但佢哋組合埋一齊，我就好似突然唔識中文。浴室傳嚟水聲，林雅仲沖緊涼。我企喺原地，腿俾碎瓷片劃咗一下，熱湯浸透褲管，貼住皮膚燙，但我冇感覺。我只感覺到胸腔入面有啲嘢一路往下墜。嗰個張浩，我知道係邊個。3個月前新嚟嘅營銷部副總經理，海歸，30出頭，揸保時捷，着訂製西裝，喺公司被女員工叫張老師。佢嚟公司第1日，
林雅叫我帶佢去食晏。我記得嗰日喺電梯入邊，佢問我：黃哥，你同林總熟嗎？我話仲好。佢話林總真係年輕有為，聽講佢老公都喺公司。我話佢話唔知係邊個部門，運氣真好。我冇講嘢。電梯到咗，我行前面，佢跟喺後面。我唔知道佢當時咩表情。依家我知道嗰個運氣真好嘅男人係我，而嗰段運氣真好嘅婚姻正喺碎裂，好似地上碎瓷片一樣。浴室門開咗，林雅裹住浴巾出嚟，頭髮仲滴住水。見到我企喺餐台前，見到地上嘅湯，點啊？佢皺眉。我冇講嘢，望住佢。佢順住我目光見到台上手機，僵住，得1秒，也許2秒。然後佢行過去，攞起手機，望咗眼屏幕，鎖屏，放入浴袍口袋，動作行雲流水，好似排練過。你睇到我冇回答，嗰啲係講笑。張浩呢個人講嘢冇把門。我望住佢，佢表情好平靜，冇慌張，冇愧疚，甚至冇解釋慾望，好似解釋一個唔太重要嘅商務誤會。你信唔信我？佢問。我冇話信，亦冇話唔信。我話湯倒咗，我去抹。我蹲低去執碎瓷片，手指被劃咗一下，血珠冒出嚟。我盯住嗰點紅色睇咗幾秒。林雅企喺我身後，冇喐，亦冇再講嘢。我將碎瓷片包入報紙裏邊，用地拖抹乾淨地面，將鍋裏邊啲湯倒咗，洗乾淨個鍋再抹乾，放翻上灶頭。過程我都冇抬頭。我怕一抬頭就會問佢，佢話想你係咩意思？但係我冇問，唔係因為我唔敢，係因為我知道問咗都冇用。佢會話工作上嘅朋友，你諗多咗。然後我會選擇信佢，因為如果唔信，日子就過唔落去。但係嗰晚我瞓喺梳化上，擘大眼望住天花板，個腦反覆播個3行字：張浩，今晚真係好開心。張浩，你比開會嗰陣靚好多。張浩，想你。3點17分，林雅部手機喺睡房亮咗一下。3點18分又亮咗一下。我冇去睇，我閉上眼，聽見雨打喺窗上嘅聲音。台北嘅雨夜好長。第二朝早，林雅起得好早，着好衫，企喺玄關望住我。建國尋晚嗰件事咩事？我問。佢望咗我2秒，話冇事啦。我返公司，門關上，我坐喺餐台前，面前係2片烤焦咗嘅多士，同一杯凍咗嘅咖啡。手機震咗一下，公司群組消息，歡迎張浩副總經理加入我哋大家庭。下面跟住一串拍手標情，我冇撳讚。我打開張浩嘅朋友圈，佢切咗3日可見，乜都睇唔到。我又打開佢嘅 LinkedIn， 哥倫比亞大學碩士，喺紐約工作咗3年，返台北2年，已婚。佢有老婆，林雅知唔知？定係佢知，但根本唔在乎。嗰朝我照常返公司，電梯遇到張浩，佢笑住同我打招呼：黃哥早，尋晚瞓得好唔好？佢問，語氣隨意到好似傾緊天氣。我望住佢對眼。好光好乾淨，睇唔出心虛，仲好。我話咁就好，咁就好。佢拍拍我膊頭，行出電梯。我企喺電梯，門就快關，我又撳開。走廊，張浩已經入咗林雅辦公室，門冇關實。我見到佢將一個紙袋放喺林雅台上。林總，早餐你尋日話想食嗰間。我轉身行入樓梯間，由消防通道行咗落去。嗰日下晝我提早收工，唔係請假，而係直接走咗。我喺街上行咗好耐，行到腳踭都痛。台北街道好窄，人好多，每個人都行色匆匆，每個人好似都知自己要去邊，得我唔知。夜晚11點，我返到屋企，林雅仲未返。我坐喺黑暗嘅客廳，打開手機，搜尋離婚流程。搜尋結果話俾我知，協議離婚需要雙方簽字，再加2個證人去戶政登記就得，最快1日辦完。1日，4年婚姻1日就可以結束。
我放低手機，閉上眼，個腦裏邊有把聲喺度問：你要唔要確認一下？可能真係誤會，可能張浩只係把口賤，可能林雅根本冇當一回事。我睜開眼，攞起手機，開林雅部 iPad， 佢嘅 iCloud 同步開住，點開 Messages， 最上面嘅對話框係張浩。我點入去，聊天記錄由3個月前開始。第一條信息係張浩發嘅：林總，我係營銷部張浩，加你微信冇通過，先發個短信匯報工作。林雅冇回。隔咗3日，第二條：林總，你今日着紅色好靚，冒昧咗，刪咗佢啦。林雅回：注意分寸。張浩：明白，對唔住。然後係1星期空白。再之後，張浩發咗一份工作文件，林雅回咗一句：收到，正常到唔可以再正常。再向下翻，畫風就變咗。張浩開始頻密匯報工作，深夜、周末、凌晨，內容由工作變成生活。呢間居酒屋唔錯，下次帶你去。今日喺健身房遇到一個人，超似你。發夢夢見你，唔敢細講。林雅嘅回覆由注意分寸變成哈哈，你真係好無聊。再到後來變成一條豎線，冇文字，只有一個佢發嘅表情符號，藍色嘅心。我盯住嗰粒藍色嘅心睇咗好耐，嗰唔係工作，嗰從來都唔係工作。我放低 iPad 行入睡房，由衣櫃底層翻出一個舊文件袋，入面裝住我哋嘅結婚證，佢嘅身份證影印本，仲有一份我偷偷準備嘅離婚協議書草稿。舊年已經準備好，舊年3月我發現佢同上一個男人嘅聊天記錄嗰陣就準備好。嗰陣我對自己講，再俾佢一次機會，今次我冇再猶豫嘅理由。發現嗰條信息嘅第二朝早，我照常返公司，拍卡入電梯，坐到3樓，路過林雅辦公室嗰陣，門關住，百葉簾拉咗落嚟。透過縫隙，我見到佢坐喺入邊開會，手裏邊攞住筆喺文件上寫字，表情專注又冷靜，似尋晚乜都冇發生過，似嗰條想你嘅信息唔存在，似我冇睇到佢發俾張浩嗰粒藍色嘅心。我行入自己工位坐低，打開電腦，屏幕彈出電郵：營銷部季度會議，今日下晝2點。林總主持。我盯住嗰行字睇咗幾秒。以前呢種會，我會提前準備資料，提前半個鐘入會議室，將投影機調好，將椅擺好。因為佢係總裁，係我老婆，我要令所有人見到佢老公雖然唔係咩大人物，但係至少可靠。今日唔同啦，我將電郵標記為已讀，然後打開一個新文件，標題：待辦事項，第1行。查離婚流程，第2行揾律師，第3行更新履歷。我打出呢3行字，望住佢哋，又加咗1行，第4行忍住。下晝2點，我準時行入會議室，張浩已經喺度坐喺長台另一端，見到我入嚟，笑住招手：黃哥，坐呢邊。我冇理佢，坐到離佢最遠位置。林雅2點03分推門入嚟。佢掃咗會議室一眼，目光喺我身上停咗一下，然後移開。人齊啦，開始啦。會議持續咗1個半鐘，營銷數據、預算分配、人手調整。張浩發言3次，每次都俾林雅打斷，要佢講重點，但係每次打斷之後，佢都會補一句：不過你呢個思路唔錯，我喺筆記簿上寫畫畫，一個字都冇記入腦。我目光喺佢同佢之間來回移動，揾嗰啲以前俾我忽略咗嘅蛛絲馬跡。佢哋望對方嘅眼神，佢哋講嘢嘅語氣，佢哋之間嘅距離。以前我乜都睇唔出，今日每一個細節都尖叫。會議結束，大家陸續離開。我企起身準備走，堅哥，你留一留。林雅把聲。會議室剩翻我哋2個，佢坐喺長台主位，我企喺門口。隔住10米距離，隔住4年婚姻，隔住一粒藍色嘅心。尋晚佢開口，尋晚點？我問佢，望住我似斟酌用詞。張浩嗰個人講嘢就係咁，
你唔好諗多，我冇諗多，真係。佢鬆咗一口氣，靠翻落椅背。咁就好，我就怕你亂諗，我冇講嘢。佢企起身，行到我面前，香水味轉入鼻，唔係佢平時用嗰款，換咗新香水，更甜更後生。建國，你係我老公，呢點唔變。佢講呢句時望住我對眼，好真誠到似真嘅。我話。佢伸手想摸我塊面，我下意識偏咗一下頭，佢隻手停喺半空，頓咗半秒，收翻去。你最近係咪太容？佢問。可能係。咁你今日早啲翻去休息好。我行出會議室，行入洗手間，關上門，打開水龍頭，凍水淋喺塊面，抬頭望鏡，鏡入邊個男人眼睛發紅，下巴冒出青色鬚根，恤衫領口發黃，呢個就係佢老公，一個着住發黃恤衫嘅男人喺洗手間洗面，而嗰個張浩着住訂製西裝，噴住古龍水，同佢開同一個會，食佢愛食嘅早餐。我抹乾塊面，翻到工位，繼續做嗰3件事。收工後，我冇直接翻屋企，我去咗西門町揾一個喺律師樓做嘢嘅大學同窗，佢姓劉，我叫佢老劉。老劉喺律師樓樓下等我，手裏攞住2罐啤酒。建國，好耐冇見，點啊？我要離婚。佢手裏罐啤酒差啲跌咗。你講咩？我要離婚？我重複一次，把聲比第一次更加穩。你同林雅，你哋唔係。佢沉默幾秒，將啤酒遞俾我，上樓講。喺佢辦公室，我將情況講咗，冇講名，冇講張號，只係話佢同人有曖昧。老劉聽完沉默好耐。你確定？佢問。確定。佢知唔知你發現咗？知道。佢點講？叫我唔好亂諗。老劉哼咗一聲，經典答案。佢由抽屉攞出一份文件推過嚟，協議離婚，雙方同意揾2個證人簽字，去戶政登記，1日搞掂。財產呢？你哋結婚之後賺嘅，理論上可以要求分配，但如果佢嗰邊有律師，會好複雜。我唔要佢啲錢。老劉望住我，你確定？確定。咁你至少要保障自己權益，例如你依家住嗰層樓係邊個名，佢架車呢？佢啲存款呢？佢放低筆，望住我。建國，你話我知呢段婚姻入邊咩係你嘅？我諗咗好耐。人工，我話每個月入落卡嗰份人工。老劉冇講嘢，寫咗幾行字推過嚟。我俾你一份協議書，財產分配欄寫，放棄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，你簽字就得。好，證人呢？你算一個得，另一個你揾邊個？我諗咗諗，我揾我家姐。老劉點點頭，又望咗我一眼。建國，你真係諗清楚，一旦簽咗就翻唔到轉頭。我諗清楚。由老劉辦公室出嚟嗰陣，已經差唔多11點。手機有7個未接來電，全部係林雅，仲有一條信息：你人喺邊？我冇回，搭的士翻屋企，推開門，客廳燈住，林雅坐喺梳化，電視開住，但係佢冇睇。佢見到我入嚟，企起身：你去咗邊？搵朋友食飯？點解唔聽電話？冇聽到。佢盯住我幾秒，似判斷我講嘅係咪真話。最後佢話：以後唔接電話就發個信息，免得我擔心。擔心？佢話擔心。我望住佢，忽然諗起件事。上個月我感冒發燒到39度，一個人瞓梳化，發信息同佢講好辛苦。佢回咗4個字：多飲熱水。夜晚佢翻到屋企嗰陣，我已經退咗燒。佢話：你唔係好翻啦咩？我話：多飲熱水有用嘛？嗰晚我瞓喺梳化，佢喺睡房，門關住。我唔知佢同邊個發信息，但我依家知道咗。建國，你過嚟坐。佢拍咗拍身邊嘅位置，我坐過去。佢靠喺我膊頭，攞起遙控磚台。下星期我要去高雄出差3日。屋企你照顧一下。你最近點解咁少嘢講啦？佢冇再問，繼續轉台。我坐喺佢身邊，佢頭髮撐住我條頸，香水味直轉入鼻。我閉上眼，腦裏得一件事：
協議書、證人、戶政登記1日、7日之後，佢出差返嚟嗰陣，一切都會唔同。但佢唔知道，佢靠喺我膊頭睇電視，間中笑一聲。佢唔知道我倒數，佢唔知道梳化上呢個男人已經喺心裏同佢告別。之後3日，我過得似一部機器。日頭返工，正常開會，正常匯報工作，正常同同事食午飯，冇人睇出異常。收工之後，我去揾老劉睇協議書，去家姐屋企同佢講清楚情況，去銀行打印近3年流水，去睇幾間出租屋，每一件事都做得安靜又迅速。林雅每日早出晚歸，我哋同一屋檐下生活，但講嘢唔超過10句。佢冇再問你係咪諗緊啲咩，我亦唔講我冇事。我哋似2個合租嘅陌生人，共用一張餐台、一部電視、一張床。但嗰張床我已經3日冇瞓，我瞓梳化。佢話你做乜瞓梳化？我話最近腰唔好，梳化硬舒服。佢冇再問。第4日協議書定稿，第5日家姐喺證人欄簽字，第6日老劉簽字，第7日林雅出差返嚟。佢入門嗰陣，我喺露台食煙，佢行過嚟拉開露台門，見過。聽日你喺唔喺公司？喺，我去視察，你早啲到。好，佢轉身入去。我食完嗰支煙，行入客廳，佢喺睡房收拾行李，門半開。我企喺門口望住佢，將衫掛入衣櫃，將護膚品擺上梳妝台，將手機充電器插上，一切如常。對佢嚟講，呢只係出差返嚟嘅普通一日，對我嚟講係沉默嘅最後一晚。聽日一切會改變，聽日佢會以總裁身份喺公司見到我，但係佢唔會再以妻子身份見到我。我行入睡房，由抽屉攞出嗰份協議書，放喺床頭櫃。呢個係咩？佢問。你睇一下。佢攞起嚟，翻開第1頁就停住。離婚協議書幾個字印喺 A4 紙最上方。佢抬頭望住我，黃建國，你咩意思？簽字。就因為我同張浩講咗幾句玩笑，簽字，你係咪有病？簽啦。佢將協議書摔喺台上，企起身盯住我。黃建國，你唔好忘記，你住嘅係我間屋，揸嘅係我架車，你份工都係喺我公司裏面。你如果同我離婚，你就乜都冇。佢終於講出口呢句說話，佢忍咗4年，今日終於講出嚟。我望住佢對眼，嗰雙眼入邊有憤怒，有不解，仲有一種發自內心嘅困惑。佢真係唔明白我點解要離婚。佢眼中，佢俾咗我一切，屋、車、工作、地位，佢俾咗我一個做佢丈夫嘅機會，我應該感恩戴德。我憑咩提出離婚？我彎低腰攞起嗰份協議書，翻到最後1頁，指住簽字欄，林雅簽字。佢盯住我，胸口劇烈起伏。你認真，認真，你會後悔，可能呢。佢攞起支筆喺簽名欄寫低自己名，字跡潦草，力氣好大，筆尖幾乎要劃穿張紙。佢將筆摔喺台上，簽咗。你滿意啦？我將協議書收好，放入文件袋。聽朝9點，戶政事務所。我唔會去，你唔去，我就去法院。佢愣住，你講咩？台灣民法第1052條，同配偶以外嘅人有曖昧交往，可以裁判離婚。佢唔出聲。聽朝9點，我重複一次，我喺戶政等你。我轉身行出睡房，攞起梳化上件外套，拉開門。你去邊？佢問。出去行下。凌晨1點，台北街道空蕩蕩。我行喺忠孝東路上，影子俾路燈拉得好長。袋裏邊揣住嗰份簽咗名嘅協議書，手機存住聽日要交嘅離職申請草稿，一切準備就緒，就等聽日。我抬頭望天，雲好厚，睇唔見星，但係我知道雲層之上星一直都喺度，只係被遮住，就好似我一直都喺度，只係佢從來冇睇見過。聽日之後我會令佢睇見。朝早8點15分，我到咗戶政事務所，比約定時間早45分鐘。門口已有人排隊，結婚嘅、離婚嘅、
扮戶籍嘅，每個人手裏都攞住文件袋，表情各有各唔同。有個後生男人喺門口食煙，西裝筆挺，頭髮梳得爬兩，手捧住花，係嚟結婚。佢臉上笑容藏都藏唔住，不時睇表等佢嘅新娘。我以前都係咁。4年前我喺戶政事務所門口等林雅，手裏捧住花，佢冇嚟，佢叫秘書代辦。秘書話林總臨時有個會走唔開，你自己辦啦。我一個人填表，一個人簽字，一個人攞證。職員問太太呢，我話太太忙。嗰個人望咗我一眼，就係嗰種眼神，同情不解，睇笑話。今日佢終於親身嚟，但係今次係離婚。8:58，林雅嘅車停喺路邊，佢今日冇叫司機送，自己揸車。由駕駛座落嚟時，佢冇戴墨鏡，眼睛有啲紅，係冇瞓好定係喊過，我唔確定。佢行到我面前，企喺台階下面，我需要低頭望住佢。協議書帶咗未？佢問，聲音沙啞，帶咗，咁入去啦。今次我哋並肩行，冇佢喺前面，我喺後面，冇秘書同助理，就得我哋2個人。櫃台前，佢將證件遞過去，動作乾脆利落。職員問，雙方都同意離婚？同意。佢話同意。我話有證人咩？老劉同家姐企喺我身後，林雅嘅律師企喺佢身後。簽字、蓋章、打印，全程都10分鐘。職員將新嘅戶籍預本遞過嚟，好啦，離婚登記已完成。林雅接過去睇咗一眼，折好放入袋。佢企起身整理下裙，望咗我一眼。我叫司機送你，唔使。佢冇堅持，轉身就走，行咗2步，停低，見過。你嗰份工好好做。我冇講嘢。佢行出大門，陽光落喺佢身上，深藍色套裝喺光裏泛住冷色。高踭鞋聲越嚟越遠，自動門關上，佢走咗。我企喺大堂裏邊，手上戶籍餘本，仲帶住打印機餘溫，上邊寫住離婚日期今日。老劉行過嚟，拍拍我膊頭，冇事嘛？冇事。接落嚟呢？我睇咗睇手機，9:23，公司嗰邊9點半返工。我打開郵箱，揾到嗰封已經寫好草稿嘅離職申請。收件人人事部，抄送部門主管，標題離職申請。內容：本人因個人原因申請離職，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提前預告，最後工作日為，請核准。光標喺日期欄閃動，我輸入今日日期發送。屏幕顯示郵件已發送一刻，我深吸一口氣。家姐行過嚟拉住我隻手，細佬，你想喊就喊啦，我唔想喊。你由細到大都係咁，咩委屈都自己扛。我笑咗笑，將手機放入褲袋。家姐，我冇事，真係我哋由戶政出嚟，陽光刺眼。老劉提議去食飯，我話唔肚餓。家姐話陪我行下，我話唔使，我想一個人待一陣。佢哋冇勉強，約好夜晚一齊食飯，就各自散。我一個人行街，冇目的地，只係想行路。由戶政行到西門町，由西門町行到台北車站，由台北車站行到善道寺，行咗近2個鐘。腳嚟咗，停低。揾咗間咖啡店，點咗杯美式，坐喺窗邊，手機震幾次。林雅發咗條信息，離婚協議書入邊有條寫錯咗，我叫律師改一下。你聽日嚟公司簽補充協議。我冇回。人事部主管發咗信息，見過，收到你嘅離職申請。咩事？你唔係做得好好地咩？要唔要再考慮下？我回，唔使考慮，多謝。同事發咗信息。黃哥，你要走，真定假？我冇回，手機又震一下。林雅睇到就回信息，我冇回。佢又發一條，黃建國，你唔好玩失蹤。我望住信息，將手機反轉扣喺台上。咖啡嚟咗，我端起飲咗一啖，苦嘅，唔加糖唔加奶嘅美式，同我依家狀態一樣。
純粹嘅苦，冇任何修飾。下午2點，我去咗一趟公司，唔係返工，係去收拾嘢。我由側門入去，避開人多嘅地方，直上3樓。工位區冇乜人，大部分同事開會或者出咗去。我坐到自己位上，拉開抽屉，第一個抽屉文件夾、筆記簿、幾支筆；第二個抽屉零食、茶葉、一盒未拆封嘅潤喉糖；第三個抽屉私人用品。我將第三個抽屉嘅嘢攞出，一個舊銀包、一條後備鎖匙、一張相。嗰張相係我哋結婚嗰年影嘅，唔係婚紗相。林雅冇時間影。呢張係我哋喺一次公司尾牙俾同事偷拍，佢企喺台上致辭，我坐喺台下第一排。佢講嘢嗰陣望住我，我笑咗。嗰係我少數笑得咁開心嘅相。我攞起張相睇咗3秒。相入邊嗰個男人着住佢嫌棄唔夠挺身嘅白恤衫，笑到似個傻仔。佢唔知以後發生咩事，佢唔知呢個女人會同人發上嚟，佢唔知呢段婚姻會喺呢個抽屉結束。我將張相翻轉，背面寫住日期，2019年12月25號，3年半前。我將張相對接再對接，抌入台邊碎紙機，碎紙機嗡嗡響咗2秒，吐出一堆碎紙屑。3年嘅笑容3秒就冇咗。我將剩低嘅嘢放入紙箱、筆記簿、文件夾、筆筒、茶葉罐，仲有嗰個舊銀包。我打開銀包望咗望，入邊有我嘅身份證、健保卡、一張提款卡，仲有一張林雅嘅相。嗰張相係佢大學畢業嗰時影嘅，紮住馬尾，着住白 T 恤，笑到對眼彎彎。嗰張係我最中意嘅相。嗰時嘅佢仲唔係總裁，只係普通大學畢業生，陽光、乾淨、簡單。我識嘅，我愛上嘅就係嗰個佢。後來佢變咗總裁，變咗女強人，變咗嗰個會講你住嘅係我間屋嘅人。但喺我心裏，佢始終係嗰個紮住馬尾嘅女仔。我將張相抽出嚟睇咗耐，最後都係放翻入銀包，冇掉。我將鎖匙放喺台面，抱起紙箱，最後望咗一眼自己個工位，電腦熒幕仲亮住桌面壁紙，係公司 logo。我熄咗電腦，企起身向電梯行去。經過林雅辦公室嗰時，門關住，百葉簾拉低咗。佢唔喺度，係出差，係開會，定係同張浩食飯，唔知亦唔重要。我將工牌放喺前台台面，值班行政妹妹望住我，黃哥，你真係要走啊？點解啊？你做得好好地，想換個環境。佢將工牌收起，望咗一眼上面個名黃建國，市場部。咁我幫你註銷啦。好，佢喺電腦度冚咗幾下，抬頭話搞掂，門禁已失效。我抱起紙箱，行出公司大門。下晝3點嘅陽光依然猛烈。我眯住眼，企喺門口，回頭望咗一眼呢棟大廈15層，玻璃幕牆喺陽光底下閃閃發光。佢喺頂樓辦公，有獨立辦公室，可望到成個台北。我喺3樓，連窗都冇。4年嚟，我喺呢棟樓裏返工上落來回，但聽日起呢棟樓同我再冇關係。手機震咗一下，林雅、黃建國，你有冇睇到信息？聽日過嚟簽補充協議。我冇覆。佢又發咗一條，你要係唔嚟，我叫人試揾你。我打咗一行字，刪咗，又打咗另一行，又刪咗，最後乜都冇發。我將手機放翻入褲袋，抱住紙箱行入捷運站。車廂裏人多，我揾咗個角落坐低，紙箱放喺大牆上。列車開動，隧道裏嘅風從門縫灌入嚟，吹到我對眼發酸。對面坐住個阿婆，懷裏抱住帆布袋，袋裏裝住菜。佢望住我，又望咗望我懷裏嘅紙箱，問咗一句：後生仔轉工啊？我點點頭，佢笑咗笑：後生仔唔使驚啦，會越嚟越好嘅。我點頭，鼻有啲酸，唔係因為難過，係因為太耐冇人同我講過會越嚟越好。呢句話4年嚟，全部人都同我講，
你命真好，你老婆真犀利，你係咪上世救咗宇宙？冇人問過我你過得好唔好，冇人覺得我都需要俾人關心，因為我係林雅嘅老公，因為我係嗰個命好嘅男人，我應該知足，應該感恩，應該收聲。但係今日個陌生阿婆同我講會越嚟越好，我差啲喊咗出嚟。捷運到站，我落車抱住紙箱行返屋企，行到樓下嗰時，我見到一架熟悉嘅車停喺門口，林雅嘅車，佢返嚟咗，我停低，冇再向前行，車門打開，林雅仲駕駛座落車，佢見到我懷裏個紙箱，怔住咗。你去咗公司收拾嘢？收拾咩嘢？我啲嘢。佢行過嚟，企喺我面前，對眼仲係紅嘅。你今日交咗離職申請？點解？想換個環境。黃建國，你可唔可以好好講嘢？呢個就係好好講嘢。佢深吸一口氣，壓低聲話：你知唔知公司正值關鍵時期？你呢個時候離職，其他人會點諗？其他人點諗？同我有關係咩？梗係有關係。你係。佢停住咗，差啲就講你係我老公，但係我哋已唔係啦。今朝我哋已離咗婚。佢改口話：你喺呢個位坐咗咁耐，突然走咗，項目點算？項目會有人接手嘅。邊個？張浩。我講出呢個名嗰時，佢面色變咗，唔係嬲，係慌，就係一瞬間。但我睇到同佢有咩關係？佢話市場部歸營銷部管，佢接手唔係好正常咩？佢盯住我，嘴唇喐咗喐，但講唔出聲。林雅，我話我哋已離咗婚，我亦唔再喺你公司做。以後你係你，我係我。你乜嘢意思？我意思係你唔使再管我去邊。我抱住紙箱從佢身邊行過，行入大廈。佢喺身後嗌咗一聲黃建國，我冇回頭。電梯門關上，返到屋企後，我將紙箱放喺地上，打開衣櫃收拾衫，只收拾自己嗰件白色恤衫，我折好放入垃圾袋，唔係掉，係拎去捐。呢件衫唔值得留低，亦唔值得掉，就俾佢喺另一個地方繼續存在，但同我冇關，同呢段婚姻一樣。夜晚7點，家姐打電話嚟問我食飯未，我話食咗，其實冇食。唔想食，食唔落。掛咗電話，我坐喺露台望住台北夜景。呢座城市嘅燈光好亮，每盞燈下面都有個故事，有啲喺笑，有啲喺喊，有啲喺扮，一切都好。我以前都扮一切都好，但今日開始我唔使再扮。我拎出手機，將林雅嘅號碼拉入黑名單，Line 都刪咗， Facebook 都註銷咗，全部佢揾到我嘅方法，我全部切斷。佢講過你會後悔嘅，可能呢，可能有一日我會後悔，但今日唔會，聽日唔會，至少而家唔會。手機最後一個動作係打開記事簿，打咗一行字：聽日起做一個自由嘅人。然後我刪咗，太矯情。我又打咗一行字：黃建國，30歲，單身，無業。望住呢行字，我笑咗。呢就係我4年嚟最真實嘅自我介紹。嗰朝林雅好早就起身，佢企喺衣櫃前面來，最後都係揀咗嗰套深藍色套裝，最貴嗰套，意大利訂製，剪裁鋒利到似刀一樣。佢對住鏡檢查咗3次，確保冇乜嘢瑕疵。今日視察好重要，集團總部有人嚟，佢要表現得無懈可擊。佢由睡房出嚟嗰時，習慣性望咗一眼梳化。空嘅，俾折得整整齊齊。嗰日起，黃建國就冇再返嚟瞓過。佢企喺梳化前，伸手摸咗摸張被嘅布料，順面超市買嘅特價貨，洗咗太多次，布料已起毛粒。佢話瞓落舒服，佢一直覺得啲嘢根本唔配擺上佢張床。但係今日佢盯住啲毛粒睇咗耐，司機已喺樓下等，佢深吸一口氣，拎起手袋。關門。去公司途中，佢拎出手機翻睇同黃建國嘅聊天記錄。最近一條係佢發嘅，聽日公司視察，你早啲到。佢冇覆。
再上一條係佢發嘅，黃建國你唔好玩失蹤，佢冇覆。再上一條係佢發嘅，睇到覆我都係冇覆。佢再向上翻，發現佢最後一次覆信息係7日前，佢覆咗2個字好嘅，係回應佢邊條信息，佢唔記得，佢只記得嗰晚佢叫佢第2日早啲翻公司，佢覆咗好嘅，之後就冇之後。佢將手機收起，望向窗外，台北朝早車流擠塞，機車喺巴士之間穿梭，全部人都行色匆匆。佢忽然諗起自己已好耐冇坐過捷運，耐冇似普通人咁擠喺車廂裏被人潮推住行。佢嘅生活裏得車、辦公室、會議室、應酬，仲有啲不斷向佢示好嘅男人，張浩係其中一個。佢閉上眼，腦裏浮現出尋晚嘅畫面。佢返到屋企，打開門，屋裏一片漆黑。以前黃建國總會留住客廳盞燈喺梳化等佢，幾夜都好，嗰盞燈都會亮住。尋晚燈冇亮，佢將全部燈都開晒，成間屋亮到似日頭，但佢仲覺得凍。佢喺梳化坐咗來，直到凌晨先去瞓。瞓之前望咗一眼手機，冇信息，冇未接來電。佢似人間蒸發，佢同自己講冇事嘅，佢聽日會喺公司，佢講過好嘅，佢會嚟。9點15分，車停喺公司樓下。林雅落車，整理咗一下衫，行入大堂。前台個女仔企起身，林總組。佢行入電梯，撳咗15樓，電梯向上升嗰時，佢心跳越嚟越快。佢喺期待咩？期待行出電梯嗰時，見到黃建國企喺茶水間端住咖啡，對佢講早。期待佢個工位有佢嘅身影，電腦亮住，台面放住筆記簿。佢唔知，佢只知道佢需要見到佢喺度。電梯門打開，佢行出去，走廊空蕩蕩。呢時間大部分人已喺工位，佢經過茶水間冇人，經過佢個工位空嘅，電腦關住，台面乜都冇，連筆筒都唔見咗，似從未有人喺呢度坐過。佢喺工位前企咗3秒，然後繼續向前行，行入自己辦公室。門一關上嗰刻，佢靠住門板閉上眼。佢唔喺度，可能只係未到。佢平時幾點到？9點、9點半，佢唔記得。佢向來唔使知道佢幾點到，因為有佢喺，佢就唔使操心啲事。佢會將全部事情安排好，會議室預訂、資料打印、咖啡溫度。4年嚟，佢做啲事做咗無數次，佢未曾講過一聲多謝。佢將袋放低，開電腦處理電郵。9點半，秘書敲門入嚟，端住一杯美式咖啡。林總，今日行程請你過目。秘書將行程表放低，轉身準備走。等一等，林總叫住佢。市場部嘅黃建國今日返咗未？秘書讚咗下。黃先生咩？我幫你問一問人事。唔使，你先出去。秘書出咗去，門關上。林雅盯住電腦熒幕，手指懸喺鍵盤上，一個字都打唔出。佢拎起手機，又打開同黃建國嘅聊天記錄，最後一條信息仲係佢發嘅：聽日公司視察，你早啲到。佢打咗一行字：你到咗未？冇發出去，刪咗。又打咗一行：黃建國，你今日嚟唔嚟？又刪咗。佢唔想顯得太在意，佢已習慣做嗰個唔在乎嘅人。喺黃建國面前，佢永遠都係冷淡克制，高高在上。佢唔好俾佢覺得自己離唔開佢。就算佢真係離唔開，10點正視察開始，林雅帶住總部嚟嘅人由1樓開始行，每到一層，部門主管就出嚟匯報，一切都照流程進行，完美專業，無懈可擊。去到3樓市場部，佢企喺會議室門口，手裏端住2杯咖啡，一杯係自己個杯，一杯係俾總部上司嘅。佢本來唔使親自端咖啡，但佢想俾佢睇到自己都可做佢平時做開嘅啲事。陳經理迎出嚟，點頭哈腰。林總，呢邊請黃建國呢？佢問黃組長，佢點啊？陳經理嘅表情變得有啲微妙，猶豫咗一下，最後都係講
林總黃建國先生尋日已離職啦。咖啡杯燙手，佢冇鬆手。離職，佢問，聲音保持平穩。佢幾時提出嘅？尋日上午邊個批嘅？部門主管批咗，流程已走完。佢嘴唇喐咗一下，冇發出聲。佢將咖啡遞俾總部上司，又拎翻一杯放到自己嘴邊飲咗一啖，好燙，但佢冇感覺。佢有冇講去邊？佢問，冇。黃先生只係話想換個環境。2秒沉默，行。佢將咖啡杯放低，打開文件夾，咁開會。會議開咗1個鐘，佢講咗話，答咗問題，做咗記錄，簽咗文件，全程冇乜嘢異樣。佢嘅表情、語氣、措辭都同平時一模一樣。只有佢知道，佢腦裏一直重複住一句說話：佢走咗，佢真係走咗。會議結束，佢將總部嗰班人送走，返到15樓辦公室，關門。佢企喺窗前，望住窗外灰蒙蒙嘅天。手機響咗，係張浩。林總，中午一齊食飯，我發現一間新開嘅日料。佢望住嗰條信息冇回覆，又響咗一聲，林總喺度嗎？佢打咗2個字，有事，發咗出去。對方即刻回，咩嘢事？我幫唔幫到手？佢盯住熒幕，突然覺得可笑。張浩幫到啲咩？佢可幫佢揾翻黃建國咩？可幫佢翻到尋日朝早咩？可幫佢將嗰句好嘅變成我喺度咩？唔可以，冇人可以。佢將手機掉喺台面，坐翻椅上，閉上眼，腦裏全部都係畫面。黃建國喺廚房熱湯嘅背影，黃建國喺露台食煙嘅側面，黃建國喺梳化等佢翻嚟嘅姿勢。佢一直喺度，一直都喺度，但係佢未曾認真睇過。門俾人敲響，陳經理探頭入嚟。林總、黃組長、黃建國嘅離職手續已辦好。佢交接嗰時留低咗一份文件，話係俾你嘅，攞嚟。陳經理遞咗一個信封過嚟，白色，冇署名。林雅接過，等門關上之後先打開。信封裏得一張紙，係黃建國親手寫嘅一封信，字跡工整，一筆一畫，似佢呢個人咁規規矩矩，唔越界。佢開始讀：林雅，等你睇到呢封信嗰時，我已經唔喺公司。有件事我一直冇同你講過。我哋結婚嗰日，我喺戶政事務所等咗你2個鐘，你冇嚟，秘書話你忙，我信咗。後來我先知道，嗰日你喺同個客食飯，女嘅，但你始終冇嚟。4年嚟，我一直喺度等你嚟，等你嚟參與呢段婚姻，等你望我一眼，等你講一句辛苦晒。等到最後，我先發現，我等嘅唔係個結果，而係個答案。而家答案有啦，唔係你嘅錯，係我嘅錯。我錯在以為只要我夠好，你就會睇到我。但你向來唔係睇唔到我，你係唔想睇到我。冇關係，以後你唔使再睇，我已消失咗。保重，建國。信好短，唔夠300字。林雅睇咗3次，第一次佢覺得佢喺指責自己，第2次佢覺得佢喺告別，第3次佢乜感覺都冇咗。佢將封信折好，放翻入信封，拉開抽筒塞入去。抽筒裏邊有結婚證、戶口簿，仲有嗰張佢冇帶走嘅門禁卡。佢將抽筒推翻埋，企起身行到窗前。窗外台北天空灰蒙蒙，睇唔到太陽，亦睇唔到雲，得一片模糊嘅灰，似佢而家嘅心情，睇唔清，諗唔明，唔知下一步應該向邊度行。手機又震咗，人事部主管發信息嚟，林總黃建國離職後，佢個位邊個接？佢打咗2個字，張浩發咗出去，然後佢將手機反扣喺台面，望住窗玻璃裏自己倒影。深藍色套裝，一絲不苟妝容，精緻首飾，完美。但佢唔中意呢倒影。佢突然諗起4年前佢紮住馬尾，着住白 T 恤，笑到對眼彎彎。嗰時有個男仔喺戶政事務所門口等咗2個鐘，捧住花，佢冇去。佢後悔咗，但係佢永遠唔會承認。接落嚟3日，林雅幾乎將台北翻轉晒。
第一日，佢叫秘書打黃建國電話，關機，叫助理查佢 line 以註銷，叫人協調佢檔案，住址欄寫嘅係佢個地址。佢親自去咗一趟佢老家新北一個舊社區，揾到佢家姐。家姐見到佢嘅表情似見到個陌生人。林小姐，有事嗎？林小姐，唔係弟婦，唔係嫂子，係林小姐。連佢家姐都已知道我想揾建國。佢話佢唔會見你，點解？家姐望咗佢一眼，眼神裏冇憤怒，冇責怪，只有一種平靜嘅悲傷。林小姐，我細佬喺你身邊4年，你幾時主動揾過佢？林雅張咗張嘴，講唔出聲。今次就俾佢安靜一下啦。門關上，林雅企喺門口企咗耐。第二日，佢去咗黃建國平時會去嘅幾個地方，公司樓下間便利店，佢中意嗰間牛肉麵店，佢周末會去嘅誠品書店，每個地方都冇佢。牛肉麵店老闆認得佢，因為佢偶爾會跟住黃建國嚟食麵。黃先生啊，耐冇嚟啦。老闆話佢上次嚟應該係個禮拜前，一個人叫咗碗麵，冇食完就走咗。佢有冇講咩？冇講咩，只係睇落心情唔係幾好。我仲問佢，黃先生，你太太呢？佢話太太忙。林雅個胸口似俾乜嘢撞咗一下。太太忙就係佢同人講嘅，唔係我老婆係總裁，唔係佢好犀利，係太太忙。呢3個字裏邊有驕傲嗎？有無怨嗎？有無奈嗎？佢唔知，佢只知道當自己同人講我老公喺公司返工嗰時，語氣係我俾咗佢一份工；而佢同人講太太忙嗰時，語氣係佢唔敢再諗。第3日，佢去咗黃建國大學同學老劉嗰度。老劉係律師，佢知道黃建國提過，但佢未曾關心。老劉喺事務所樓下間咖啡店見佢，冇請佢上樓，就喺1樓坐喺靠窗個位。林小姐，你想問咩？老劉開門見山，建國去咗邊？我唔可以講，我哋係夫妻，你哋已離婚。老劉從袋裏邊攞出一份文件推過嚟，協議書你嘅財產分配，你睇過啦。佢放棄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，亦即係話佢唔要你嘅錢。我知道，你知唔知佢點解唔要？林雅搖頭，因為佢唔想欠你。老劉飲咗一啖咖啡，4年嚟，佢一直覺得自己欠你，住你間屋，開你嘅車，喺你公司返工，佢覺得自己活得似一個附屬品。離婚係佢唯一一次做返自己嘅選擇。我冇將佢當附屬品，你有冇唔重要？重要係佢感覺到。林雅沉默。林小姐，我同建國識咗10，佢以前唔係咁。大學嗰時，佢係我哋班最有諗法嘅人，做策劃攞獎，老師都話佢有前途。後來呢，佢入咗你公司做一份中層工作，攞住唔高唔低嘅人工，每日處理一堆瑣碎事，係你令佢變成咁啊？唔係，係佢揀嘅。佢揀咗靠近你，揀咗遷就你，揀咗將自己縮細，縮到可初入你嘅世界。但係你嗰個世界，佢沙入去後先發現自己只係個唔起眼嘅角落。老劉企起身，將咖啡錢放喺台面。林小姐，唔好再揾佢。如果想俾你揾到，佢自然會出現。如果唔想，你翻遍成個台灣都揾唔到。老劉走咗，林雅獨自坐喺咖啡店，望住窗外人來人往。佢忽然諗起一件事，3年前黃建國曾經同佢提過一個諗法，關於公司一個新項目。佢諗得好仔細，做咗一份完整嘅策劃案攞俾佢睇。佢睇咗3頁就放低，呢方向唔適合我哋公司，你再睇下後面我寫咗市場分析，唔使，我了解市場。佢將策劃案還翻俾佢，佢接過去冇再講咩。嗰次後，佢再冇同佢提過任何工作上嘅建議。佢以為佢接受咗自己判斷，而家佢開始懷疑，佢只係放棄咗同佢溝通。佢未曾睇過嗰份策劃案後面幾頁，亦未曾諗過可能佢先係啱嘅。手機響咗，係張浩電話。林總，黃哥嘅事我聽講咗，要唔要我幫手揾？唔使。要唔要我過嚟陪你？
唔使，林總，你一個人，我話唔使。佢掛咗電話，將手機放喺台面，雙手掩住塊面。佢唔想俾任何人見到自己而家個樣，唔想俾人見到佢脆弱，唔想俾人見到佢後悔。佢一直都係嗰個完美、強大、無所不能嘅林雅。佢唔好俾人見到自己都會錯，都會痛，都會喺深夜諗一個人諗都瞓唔着。咖啡店個服務員行過嚟，小心翼翼咁問：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佢放低手，表情恢復平靜，冇事，埋單。嗰晚佢返到屋企，打開門，燈係熄嘅。佢企喺玄關，冇開燈，黑暗裏佢聞到一陣味道，洗衣液嘅味道，仲係上次黃建國買嗰款平價貨，超市裏嗰種花香調，佢一直嫌難聞。但係今日佢企喺黑暗裏，用力聞住陣味，就係間屋裏唯一可以證明佢存在過嘅嘢。佢行到梳化前坐低，俾啲毛粒黐住佢隻手。佢摸咗摸啲毛粒，諗起佢講過嗰句梳化硬，瞓落舒服。佢喺呢張梳化瞓咗幾耐？1個月、2個月。佢由幾時開始同佢分床瞓？唔記得。佢只記得有一晚，佢話腰唔舒服，瞓梳化。佢信咗，因為佢唔在意。佢瞓梳化，佢在意嘅向來唔係佢，而係自己事業、公司同形象。佢只係一塊背景板，一個符號，一個可以用嚟證明我都有家庭嘅道具。而家道具走咗，背景板切咗，佢企喺空蕩蕩嘅舞台上，先發現自己原來一直都係唱獨角戲。手機亮咗，一條陌生號碼傳嚟信息：林雅你好，我係黃建國新公司嘅同事，佢叫我轉告你，以後工作上嘅事，請通過正常渠道聯絡佢，私事就唔必啦。佢盯住嗰條信息，手指喺度發抖。佢有咗新公司，佢有咗新同事，佢用正常渠道呢4個字同佢畫咗一條線，線呢邊係佢，線嗰邊係佢，佢已經跨過去，佢仲喺原地。佢回咗一條信息，佢喺邊間公司，對方冇再覆。佢將手機掟到梳化上，行入睡房，打開衣櫃，佢啲衫全部唔見晒，衣櫃空咗一半，剩低嘅全部係佢嘅名牌高訂限量款，每一件都比佢嗰件起毛粒嘅冷衫貴100。但嗰啲貴衫着喺佢身上，佢從來冇覺得自己好睇過。佢攞起一件佢嘅恤衫，唔知幾時留低，白色，領口發黃，就係佢喺戶政事務所門口着嗰件。佢將件衫抱入懷裏，聞咗聞，洗衣液味，仲有少少煙味。佢喊咗，唔係無聲流淚，係真係喊出聲。喺呢間空蕩蕩大屋入邊，冇其他人，得佢嘅喊聲喺牆壁之間回蕩。佢喊嘅唔係佢走咗，佢喊嘅係佢從來冇好好望過佢。而家佢想望嗰陣，已經望唔到。嗰一刻佢先明白，空屋原來可以靜到令人害怕。我喺新公司第一日係1個星期一，公司唔大，喺松山區一棟舊寫字樓入邊，得5層，擠住3、4間小公司。我入嗰間叫星辰創意，做品牌策劃，唔夠20個人，但係攞過幾個獎，喺行內有少少名氣。面試嗰日，老闆姓周，40出頭，着住衛衣同波鞋，睇落似個大學生。去睇咗我份履歷，皺眉：你喺上一間公司做咗4年，做嘅係行政加市場。對，點解離職？想換個環境。佢望住我雙眼，停咗2秒，講真話。我愣咗一下，猶豫幾秒，講咗真話。我前妻係嗰間公司總裁。佢挑咗挑眉，但冇驚訝。所以你喺佢公司返工，咁你點解要走？因為我想做返自己。佢望咗我好耐，然後笑咗。行，呢句我中意。你下星期1嚟返工。就咁，我有咗新工作，職位係策劃專員，比我以前職位低，人工亦少咗2成。但我唔在乎，呢個係我自己揀，唔係任何人施捨。新公司同事都好後生，平均年齡唔夠30，講嘢直接，做嘢利落，冇咩勾心鬥角。第一日坐喺我隔籬嘅同事阿 Ken 遞咗杯咖啡俾我，黃哥歡迎加入，以後互相照應，多謝。
你個位喺靠窗嗰邊。我行過去，坐低，打開電腦，窗外係松山區街景，舊舊地，但有人情味。樓下有個街市，每朝有小販賣新鮮水果。對面係一間老字號餅店，飄住烤餅香。呢度唔係咩高級寫字樓，冇玻璃幕牆，冇空中花園，冇頂樓總裁辦公室，但我覺得踏實，因為呢個係我自己嘅位置，一個唔需要靠任何人身份先坐得低嘅位置。第一個星期，我咩都冇講，只係觀察同學習。周老闆幫每個新人安排一個導師，帶我嘅係一個女生叫小夢，比我細5歲，但喺公司做咗3年，係策劃部骨幹。佢俾我睇公司案例，帶我同客戶開會，教我用公司設計軟件。黃哥，你以前做過策劃案呢？佢問。做過。咩樣嘅？我由袋入邊翻出一個舊 U 盤，入邊有我之前做嗰個策劃案，就係3年前俾林雅否掉嗰個。小夢打開睇咗10分鐘，抬頭望我，呢個係你做嘅。呢個案點解冇執行？被否咗？邊個否？我前公司老闆。小夢皺眉，呢個策劃案寫得好好啊，市場規模分析、用戶畫像、執行路徑全部寫得好清楚。你哋老闆點解唔批？我冇回答。算啦，小夢將 U 盤還俾我。黃哥，你將呢個案改一改，改成我哋依家客戶嘅格式，下星期提案嗰陣可以用。真嘅？真嘅。你呢個諗法同我哋而家一個客戶需求好匹配。我接過去，點點頭。嗰晚我一個人喺辦公室加班，將呢個封塵咗3年嘅策劃案重新打開。3年前佢被一個高高在上嘅女人否定，3年後佢也許有機會重見天日。我工作到凌晨1點，改完儲存文件嗰陣，我打一行字：策劃案，黃建國。2023年8月，3年前嗰個版本寫住策劃案，黃建國。2020年5月，3年差距，但係我知道呢個唔再係同一個黃建國。3年前嘅黃建國寫呢個策劃案嗰陣，心入邊諗嘅係老婆會唔會中意啊？3年後嘅黃建國寫呢個策劃案嗰陣，心入邊諗嘅係呢個案成唔成？終於，我唔再為任何人做任何事，我只係為自己。第2個星期，周老闆叫我入辦公室，建國。小夢話：你個策劃案寫得唔錯，多謝。下星期3有個大客戶，你同小夢一齊去提案。咩客戶？元盛科技，做智能家居，台灣市場排名前3。今次合作金額大概800萬。800萬，我上一間公司1年市場預算都不過如此，我得唔得？我問得不得，試咗先知。周老闆望住我，建國，我請你翻嚟，唔係因為你份履歷，係因為你面試嗰陣講咗句我想做翻自己。咁講呢句嘅人一般都有2把刷子。我笑咗，好，我試下。接落嚟1星期，我每日只瞓5個鐘，白天翻工，夜晚做提案，周末都喺公司。我將嗰個策劃案拆開重組，按照元盛科技需求重新設計，加入更細嘅市場數據同用戶分析。小夢幫我補充設計部分，阿 Ken 幫我做財務預算，成個團隊配合我。呢種感覺我4年冇試過。喺上一間公司，我係林總老公，做咩都係應份，做得好都係總裁老公做得好，做得唔好就係佢仲唔得，冇人真係將我當同事。但喺呢度，我係建國，黃建國，一個策劃案寫得唔錯嘅人。提案嗰日，我同小夢、周老闆一齊去元盛科技總部。內湖科學園區高樓林立，玻璃幕牆喺陽光下閃閃發光。我企喺大樓門口，忽然諗起啲嘢。林雅公司都喺科學園區，喺內湖10公里之外。佢嘅寫字樓更高、更氣派、更現代化，但嗰係佢嘅。我依家要入呢棟樓，係我嘅機會。提案會議室好大，坐滿人。元盛科技總裁姓陳，50幾歲，頭髮花白，但精神好好。佢望住我哋笑咗一下，
星神創意，聽講你哋最近做得唔錯。周老闆將我推出去，俾我哋嘅策劃建國嚟匯報。我企起身，深吸一口氣 ，PPT 打開，第一頁係我個名，黃建國，策劃專員。我開口：各位好，我係星神創意嘅黃建國。今日俾大家帶嚟嘅方案係一個由用戶視覺出發嘅智能家居生態。我講咗40分鐘，由市場痛點到用戶需求，由產品定位到營銷策略，由預算分配到執行路徑。我將3年嚟憋喺心入邊嘅說話全部講出嚟，唔係對林雅講，係對呢個世界講。講完之後，會議室安靜咗3秒。陳總裁率先拍掌：黃先生，呢個方案好唔錯，多謝你。有冇興趣嚟我哋公司？我愣咗一下，望咗周老闆一眼，周老闆都笑。陳總，你挖人挖到我頭上嚟。陳總哈哈大笑，講笑講笑。但呢個案我定落嚟，星神創意合作愉快。簽完合同行出大樓嗰陣，陽光灑喺面上。小夢拍咗拍我膊頭：黃哥，你頭先型到爆。周老闆豎起拇指：做得好。我笑住攞出手機，想同邊個發條信息分享呢個好消息。翻咗一次通訊錄，冇可以分享嘅人。爸媽唔喺度，姐姐會替我開心，但佢唔太懂。老劉會替我高興，但佢忙住打官司。我企喺陽光下，手機攢喺手入邊，冇發出任何信息。冇關係，我一個人都可以開心。翻公司路上，周老闆揸車，我坐喺後座望窗外風景。車經過內湖科學園區嗰陣，我見到林雅公司嗰棟樓15層玻璃幕牆喺陽光下閃住光。佢辦公室喺頂樓，佢一定喺裏邊開會簽文件，做住嗰個無所不能嘅總裁。佢唔知道我今日簽咗一個800萬合同，佢唔知道我人生重新開始，佢咩都唔知道。我由嗰棟樓移開目光，望向前方，車上咗高速公路往松山方向開。嗰棟樓喺倒後鏡裏越嚟越細，最後變成一個光點消失，就好似佢喺我生命入邊一樣，越嚟越遠，越嚟越細，最後變成一個模糊記憶。但係我唔難過，因為我仲有好長嘅路要行。2個月後，星神創意同林氏集團成為競爭對手，唔係我要嘅，係市場揀嘅。完成科技個案做成功之後，我哋喺智能家居領域打出名氣，陸續有科技公司揾上門，要我哋做品牌策劃。其中一間啱啱好係林氏集團正在爭取嘅客戶。事情係咁，嗰日上午，周老闆行入辦公室，面上表情好微妙。建國，入嚟一下。我行入佢辦公室，佢關上門，有件事同你講。咩事？華盛科技就係我哋上星期提案嗰間，你仲有印象咩？有印象，做智能照明嘅。對，佢哋啱啱打電話嚟，話對我哋方案好滿意，想同我哋簽約。呢個唔係好事咩？周老闆望住我，猶豫一下。但係華盛科技都揾咗林氏集團做比稿，兩邊都想要呢個案啊。華盛科技老闆話叫我哋同林氏集團各出一個最終方案，佢揀一個。林氏集團、林雅公司、我前妻公司。建國，如果你覺得唔方便，我可以換另一個人負責呢個案。我諗咗3秒，唔使換，我嚟。周老闆望住我，眼神入邊有擔心，亦有欣賞。你確定？確定。好，咁呢個案你全權負責。行出辦公室，我坐喺工位，盯住電腦屏幕。林氏集團、林雅。我離開之後，邊個會負責呢個案？張浩定係佢自己？無論係邊個都唔重要。我已經唔係嗰個喺佢公司唯唯諾諾嘅黃建國，我係星神創意嘅策劃主管。我有能力，有團隊，有一個願意信任我嘅老闆，我唔怕佢。接落嚟5日，我帶住團隊熬夜做方案，今次比上次更細緻，每一個數據都反覆核對，每一個策略都反覆推敲。小夢話：黃哥，你係咪同咩人比賽？我冇回答，但係我心入邊知道係
我同過去嘅自己比賽，嗰個喺林雅面前低頭沉默、忍氣吞聲嘅自己，我要證明俾佢睇，佢唔比任何人差。方案提交前一晚，我接到林雅電話，陌生號碼，但我一接起就聽出佢把聲。建國，林總，有事咩？佢沉默幾秒，非要叫我林總。你而家係林氏集團總裁，叫你林總係禮貌。佢頓咗一下，林總，如果係為咗華盛科技個案，請通過正常渠道聯絡我哋公司業務部。我唔係為咗個案，咁為咩？佢又唔講嘢，電話入邊得佢呼吸聲，輕輕嘅，比以前慢。建國，我想見你。林總，我哋已經離婚，我知道，但我仲係想見你，冇必要。建國，林總，我喺度加班，如果冇工作上嘅事，我先掛。等一下，我等咗幾秒，佢深吸一口氣。嗰個策劃案係你寫嘅嗎？邊個？華盛科技嗰個？我哋公司攞到你哋提案副本，然後呢，寫得好好。我握住手機，冇講嘢。呢係佢第一次讚我工作，第一次喺我哋分開3個月之後，多謝。我話，建國，我以前從來冇認真睇過你寫嘅嘢，我知道你恨我咩？唔恨。咁你點解？林總，我唔恨你，係因為恨你會令我變到同你一樣，我唔想變成嗰種人。電話嗰頭又沉默。建國，華盛科技個案我會親自負責。咁好，我哋可以公平競爭。我唔係要同你競爭，林總，商業就係商業，你有你嘅立場，我有我嘅，我哋唔比邊個更高尚，只比邊個更專業，就咁吧。我掛咗電話。小夢企喺辦公室門口望住我，黃哥，你前妻，佢同你講咩？佢話我哋方案寫得唔錯，真定假？佢讚你，也許吧。咁你開心咩？我諗咗諗，有少少。但唔係因為林雅讚我，係因為我終於俾佢睇到嗰個策劃案有幾好。3年前佢連睇都唔願意睇，3年後佢主動打電話嚟讚我，呢個就係最好嘅反擊。唔需要爭吵，唔需要對峙，唔需要任何激烈說話，只需要做好自己，俾佢睇到佢錯過咗咩？華盛科技最後比稿定喺星期5下晝，地點喺華盛科技總部內湖科學園區，離林雅公司得2條街。我帶住小夢提早半個鐘到，行入會議室嗰陣，林雅已經喺度。佢坐喺長台一側，身後係張浩同2個同事。佢見到我入嚟，微微頓咗一下。我着住西裝，唔係佢買嗰種定製款，係我自己買嘅平價品牌，幾千蚊一套，但剪裁合身，顏色穩重。配咗條深藍色袋，小夢幫我揀嘅。黃先生，呢邊請。華盛科技接待人員帶我坐到另一側，我同林雅面對面，距離5米。張浩坐喺佢旁邊，見到我表情好複雜。佢大概冇諗過有一日會同我坐喺同一間會議室競爭一個案。開始吧。華盛科技陳總話，林雅先提案，佢親自上場。呢個好少見，以前佢從來唔親自提案，全部都係手下人做。今日佢親自嚟，佢份 PPT 做得好好，數據詳實，策略清晰，執行路徑完整。佢講得好好，聲音平穩，邏輯嚴密，無懈可擊。呢個係佢擅長嘅，做一個完美無懈可擊嘅匯報。但係我留意到一個問題，佢方案同我3年前寫嗰個策劃案有7成似，唔係抄，係思路一樣，市場切入點一樣，用戶定位一樣，甚至連營銷渠道選擇都一樣。佢否定過我方案，3年後攞出幾乎一模一樣嘅方案，呢代表咩？代表佢當年根本冇認真睇我方案，代表佢只係望咗標題一眼就講吧，代表呢3年佢一直用住我3年前嘅想法做事，而佢唔知道。佢講完後，陳總點點頭，林總辛苦，接落嚟請星辰創意。我企起身行到前面，打開 PPT， 第一頁係一個問題：智能家居嘅本質係咩？林雅望住嗰個問題，皺咗一下眉。
我開始講，我冇講數據，冇講策略，冇講執行路徑，我只講一樣嘢：用戶。智能家居嘅本質唔係智能，係家。用戶買嘅唔只係產品，係安全感，係便利，係令人覺得自己可以掌控生活。林總頭先方案好專業，但係佢方案將人當成數據，而我嘅方案將人當成人。我望咗林雅一眼，佢面色變咗，唔係憤怒，係震驚，因為佢意識到一件事：我嘅方案比佢好，唔係好少少，係好好多。我用咗3年時間諗明白一件事：林雅輸喺邊？佢乜嘢都諗到，但係佢冇諗到人。佢係一個好管理者，但係唔係好策劃者，因為佢太冷，冷到睇唔到人嘅需求，睇唔到人嘅情感，睇唔到人想要嘅唔止係功能，仲有溫度。而呢個正正係我強項。我用咗4年時間學識觀察佢需求，雖然佢從來唔表達。我用咗3年時間學識理解佢點解咁冷。我用咗2年時間學識同自己和解。呢啲經歷令我比任何數據分析師都更懂人性，因為我喺最冷嘅地方待過，我知道咩係溫暖。我嘅提案結束，會議室安靜咗5秒。陳總率先拍掌：黃先生，你嘅提案好有感染力，多謝。我想問一個問題，請講。你頭先話林總方案將人當成數據，你方案將人當成人，呢個差別你點諗出嚟？我望咗林雅一眼，佢低住頭，睇唔到表情，因為我曾經係一個被人當成數據嘅人。我話會議室又安靜，陳總冇追問，只係點點頭。好，結果我哋會盡快通知。行出會議室嗰陣，林雅喺走廊等我。張浩企喺佢身後，表情戒備咁望住我。見過，等一下，我停低。林總，有事嗎？佢行到我面前2米距離，我聞到佢香水味，換咗一款，唔係嗰款甜嘅，係木質調，沉穩咗好多。你嘅提案好好。佢話多謝，我冇諗到你會做得咁好，因為以前你冇俾我機會。佢沉默。見過。如果當年我認真睇咗你嘅策劃案，冇如果。林總，過去嘅事就俾佢過去吧。我哋依家係競爭對手，以後可能都係。我希望我哋都可以做到最好。佢望住我，眼眶紅咗，但冇喊。佢唔會喺別人面前喊。我轉身帶住小夢走，行到電梯口嗰陣，小夢細聲話：黃哥，你前妻喊咗。我冇回頭，走啦。電梯門關上嗰一瞬，我由門縫見到林雅仲企喺原地望住我。張浩喺佢身後講緊咩？佢冇理。電梯門關上，我閉上眼，深吸一口氣，結束咗嗰幾年嘅壓抑、委屈、不甘，都喺呢個提案入邊畫上句號。佢睇到，佢終於睇到，但係又點呢？已經太遲。華盛科技最後揀咗我哋方案。陳總打電話俾周老闆，講咗一句：你哋嘅黃建國係個有故事嘅人，我中意有故事嘅人。簽約嗰日，陳總請我哋食飯，席間佢問我：黃先生，你同林氏集團嘅林總以前識咩關係？前夫前妻？陳總筷子停咗，望住我，然後又笑：難怪咩？難怪你嘅提案有溫度，佢嘅提案有距離。你哋兩個一個望前，一個望後，我聽唔明。陳總解釋佢嘅方案係證明自己，你嘅方案係做事情，呢2種心態出嚟嘅嘢唔一樣。嗰晚我返到屋企，打開電腦，見到一封郵件，林雅發嚟，唔係公司郵箱，係佢私人郵箱。見過華盛科技嘅案，我輸得心服口服。你嘅方案確實比我好，唔係因為專業能力，係因為你睇問題嘅角度比我更貼近人。呢一點我以前從來冇發現，或者講我從來冇俾過你機會俾我發現。今日我返到辦公室坐咗好耐，我問自己：如果當年我認真睇咗你嘅策劃案，公司會唔會唔一樣？我答唔到呢個問題，但係我可以回答另一個問題：呢3個月我過得好唔好？
唔係因為公司業績，唔係因為壓力，係因為你喺度嗰陣，我從來唔知道我需要你。你走咗之後，我先發現到處都係你。露台上你食煙留下嘅痕跡，梳化上你瞓過嘅粒痕，廚房裏你熱湯嗰口鍋，每一樣嘢都係提醒我你存在過，而我從來唔知道好好望住你。張浩嘅事，我想同你解釋，唔係你諗嗰樣，佢冇同我發生過任何關係。嗰啲信息係佢追我，我冇拒絕，但亦冇接受。嗰粒藍色心係因為佢發咗相，我回咗個表情，唔係因為我對佢有感覺，係因為我唔知道點拒絕。也許係因為我以為你唔會睇到，也許係因為我覺得不管我做咩，你都會喺度。對唔住，我知道呢句已經太遲，但我仍然要講對唔住。林雅，我睇咗3次，將郵件關咗，冇回覆，唔係因為嬲，係因為唔知道應該講咩。佢講嘅係咪真？張浩冇同佢發生任何關係，也許係真，但係重要咩？唔重要。重要係嗰啲信息存在，嗰粒藍色心存在，佢冇拒絕嘅事實存在。佢講完，注意分寸之後繼續聊天嘅事實存在。信任唔係一瞬間崩塌，係一點一點碎。每一條信息係一刀，每一粒藍色心係一刀，每一個深夜嘅匯報工作係一刀，刀刀唔見血，但刀刀致命。佢依家講對唔住，但嗰啲刀痕仲喺度。我企起身行到露台，點咗支煙。台北夜風好涼，吹喺塊面好舒服。樓下間餅店已經關門，但空氣裏面仲殘留住烤餅香味。我住喺松山區一間舊公寓，月租12000，2房1廳，家具齊全，唔大唔豪華，但係呢度係我自己嘅地方，細細地，卻終於可以自己作主。夜晚返嚟，門一關，就唔再需要聽任何人嘅臉色，冇林雅嘅香水味，冇佢啲高級家具，冇佢嗰種冷，只有我嘅嘢，嗰個由屋企帶出嚟嘅鍋，嗰把用咗3年嘅剃鬚刀，嗰張由公司帶翻嚟嘅舊相，林雅大學畢業嗰張相，我將佢放喺床頭櫃，每日都睇，咪因為我仲愛佢，係因為我想記住佢曾經係嗰個樣，嗰個紮住馬尾，着住白 T 恤，笑到對眼彎彎嘅女仔，唔係後來嗰個林總裁。嗰個女仔我愛過，後來嗰個我唔認識，手機又震咗，林雅又發咗一條信息，見過，我知你唔會回我，但係我仍然想講，你喺星辰創意嘅表現，我一直都有留意，你做得好好。我望住屏幕停咗幾秒，冇回。張浩下星期離職，我皺咗皺眉。佢揾咗份新工，人工比我呢度高。佢走之前同我講咗一句：林總，你從來冇正眼望過我，你眼入邊得黃建國。佢講得啱唔啱？我唔知，但係我知道以前我眼入邊邊個都冇，只有公司業績數字。你喺我身邊嗰陣，我將你當成背景。你走咗之後，我先知道背景撤走咗，舞台就空咗。建國，我唔係求你翻嚟，我只係想你知道我見到你。雖然遲咗，但我見到。我熄咗支煙，打咗幾個字，收到，捉好，發出去，然後關機，行入睡房，瞓喺床上。天花板有水漬，房東話下個月嚟整。床頭櫃張相入邊，嗰個紮住馬尾嘅女仔仲笑緊。我伸手將張相反轉，唔再睇，係時候放低，亦係時候俾自己重新過日子。半年後，台北冬天嚟得好快，11月已經開始凍。我裹住外套行入公司，手裏邊住2杯咖啡，一杯俾自己嘅美式，一杯俾小夢嘅攞鐵。黃哥早，小夢接過咖啡，笑得好燦爛。周老闆揾你，話有好消息。我行入周老闆辦公室，佢坐喺椅上轉過嚟，塊面表情似憋住一個大蕉。建國，坐，我坐低。有2個消息，一個好消息，一個更好嘅消息。你想先聽邊個？更好嗰個。你升副總。我愣咗一下，副總？係，由今日開始，你係星辰創意嘅策劃副總，負責成個策劃部，人工翻倍，配車有分紅。點解？
因為你值得。周老闆由抽屉攞出一份文件，呢一年你做嘅案為公司帶嚟超過2000萬營收。元盛科技、華盛科技，仲有其他幾個大客，全部都係衝住你嚟，唔升你，我良心過唔去。我望住嗰份文件，唔知可以講乜。仲有一個消息呢，我問，好消息係林氏集團想同我哋合作。我抬頭望住周老闆，合作？係。林雅親自打電話俾我，話想同星辰創意建立戰略合作關係。佢願意將公司一半品牌策劃業務外判俾我哋，一半大概1年5000萬規模。我沉默咗。建國，呢個決定權喺你手，如果你覺得唔方便，我可以拒絕。我攞起台上咖啡飲咗一啖，苦嘅，但呢種苦我已經習慣，唔使拒絕。我話，你確定？確定。生意就係生意，佢有需要，我哋有能力合作，好正常。我同佢嘅事已經過去。周老闆望住我好耐，好，咁呢個項目你負責，俾阿 Ken 負責啦。我唔適合，得，聽你。行出辦公室，我企喺窗邊望住松山區街景，樓下菜市場仲係咁熱鬧，餅店仲飄住香味，一切都同半年前一樣。但係我唔一樣，合作簽約嗰日，林雅親自嚟咗星辰創意。佢行入我哋辦公室嗰陣，所有人都企起身，唔係因為佢總裁身份，係因為佢氣場。即使唔再後生，即使經歷咗好多事，佢企喺度依然似一個王。但佢好似瘦咗，眼底有淡淡黑眼圈，法令紋比以前深咗。佢着住黑色套裝，頭髮盤起啦。冇戴嗰啲誇張首飾，低調好多。佢見到我，微微點咗一下頭。黃副總，恭喜升職，多謝林總，我哋嘅合作，以後請多關照，彼此彼此。簽約儀式好簡單，就喺會議室20分鐘就完。簽完字，其他人陸續離開。林雅企喺我面前，建國，有冇時間？我想同你講幾句。我睇咗睇手錶，15分鐘夠啦。我哋行到樓下咖啡店，就係老劉約過佢嗰間。佢點咗杯拿鐵，我點咗杯美式，面對面坐住，距離1米，比以前近，又比以前遠。建國，呢半年你變咗好多。佢先開口，你都變咗。我邊度變咗？瘦咗。佢笑咗一下，有啲苦澀，瞓唔着。點解瞓唔着？因為每日夜晚閉上眼就會諗起你。林總叫我林雅，我沉默一下。林雅，過去嘅事已經過去。我知道佢飲咗一啖咖啡。我唔係嚟求復合，我只係想同你講幾句話，一啲我應該講但從來冇講過嘅話。我望住佢，冇打斷。第一句，多謝你，多謝你喺我身邊留咗4年，容忍我嘅冷，容忍我嘅自私，容忍我將你當成背景。嗰幾年你辛苦啦。我隻手放喺咖啡杯上，冇講嘢。第二句，對唔住，對唔住，我冇認真望過你，冇認真聽過你講嘢，冇認真對待你嘅付出。你係一個好丈夫，我唔係一個好妻子。佢講完呢句，眼眶紅咗，但冇喊。佢唔會喺人面前喊。第三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離開我之後揾翻自己。你依家做嘅案我都有睇，每一個都好好。比我做緊嘅任何事都好，你證明咗你係優秀嘅，唔需要靠任何人多謝。第四句，佢深吸一口氣，我唔會再揾你，呢次係最後一次，以後我哋生意上係合作夥伴，私底下係陌生人，我唔會再發信息俾你，唔會再打電話，唔會再打擾你生活。你可以將我由黑名單放翻出嚟，因為你唔需要再避我。佢由袋裏攞出一個信封，放喺台上，呢個俾你咩嚟？你留喺屋企嘅嘢，我覺得應該還俾你。我打開信封，入面係一張相，我哋喺公司美牙俾同事偷拍嗰張。佢喺台上致辭，我喺台下第一排，佢望住我，我笑咗。嗰張相我明明已經碎咗，佢點會有？嗰次美牙攝影師係我請嘅，佢影咗好多相，呢張佢多晒一份俾我，我一直放喺辦公室抽屉。我攞住張相，唔知講乜，
你仲留住？我問，一直留住。我睇咗好耐，將相放返信封，多謝你，唔使謝。佢企起身，建國，我走啦。佢轉身行咗2步，停低，冇回頭。建國，你嗰張相仲喺度咩？乜嘢相？大學畢業嗰張，我紮住馬尾嗰張。我沉默3秒，仲喺度。佢冇再講，行出咖啡店。陽光落喺佢身上，黑色套裝喺光裏泛住暗色光澤。佢比半年前瘦咗，行路速度都慢咗，高踭鞋聲越嚟越遠，跟半年前一樣，但係又唔一樣，連風聲都似變咗。半年前啊，佢係我妻子，今日佢係一個陌生人。我坐喺咖啡店，手裏攞住信封，窗外陽光好烈，照喺我面上，有啲熱。我打開信封，將相攞出嚟睇咗3秒，我笑咗，唔係苦澀嘅笑，係釋然嘅笑。箱入邊嗰個女人企喺台上望住我，眼神有光。嗰個眼神係真，可能嗰時佢真係愛過我，只係後來佢變咗，或者佢本來就係咁，只係我冇睇到。不管係邊種都唔重要。我將相放返信封，放入口袋，攞出手機，打開黑名單。林雅個號碼躺喺入邊，我睇咗幾秒，冇移出嚟，但亦冇刪，就咁放住啦，似一段風塵記憶存在，但唔再觸碰。咖啡飲完，我企起身，行出咖啡店，陽光灑喺膊頭上，暖暖地。松山區街道仲係咁窄，機車仲係咁多，菜市場仲係咁嘈，一切都冇變，但我變咗。我行返公司，推開門。小夢喺工位喊咗一聲：黃哥，下午個客戶會議你記得嚟。阿 Ken 喺角落叫：黃副總，茶水間部咖啡機壞咗，你嚟睇睇。周老闆由辦公室探頭出嚟，見過，聽日媒體訪問，你代表公司去。我笑住逐個回，嚟啦，即刻好，呢個就係我嘅新生活，唔完美，唔豪華，唔驚天動地，但係佢係我嘅。係我黃建國自己嘅。夜晚返到屋企，我將嗰張相放喺床頭櫃，同嗰張大學畢業相並排，一張係佢嘅過去，一張係我哋嘅過去，全部都係過去。我瞓到床上，望住天花板水漬，房東話下個月嚟整，但講咗3個月都未嚟，我冇催，因為我已經習慣望住嗰個水漬發呆，佢似一個標記，提醒我冇乜嘢係完美。婚姻唔完美，人生唔完美，但冇關係，唔完美都可以好好。窗外台北燈火通明，每盞燈下面都有一個故事，有啲笑，有啲喊，有啲扮，一切都好。我唔再扮，我明燈閉上眼，聽日又係新一日。